你真是那位镇北王世子，曾经震古烁今的爆裂王体萧晨？真惨呢。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你这人别不知好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剑修学院治疗外伤友旗下的固元丹。你没有修为，还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再不治疗的话，剑修学院。哎，你是人，也不说声谢谢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已召唤出了上古神器魂仪，稍后便停放在王府的练武场上。武魂仪，没想到今日在王府竟然能亲眼目睹这上古神器。殿，武魂仪为何物？武魂仪乃上古神人淬炼而成，只有内力，任何东西都无法将它敲响，是检测武者修为的神器。敲响次数越多者，说明修为越高。何人擅自敲响武魂仪？1、2、3、4、5声，魂仪响了5声。何止5声？这已经是第8声了。听着钟声连绵不断，似有突破圣皇老掌事当年10声的神迹啊！15、18，足足有18声啊！这是神阶强者才能达到的修为啊！王府竟有如此大能，难道是今日那破天吞龙之势的神阶强者所为？王府有此等高人，我从来没听说呀！定是有神阶强者从此经过。快，派人寻找这位大能，若得此人，定可以带我荒北武道独霸玄黄大陆。是。没错，这武魂仪果然是有人用内力所敲响，18声，足足有18声啊！当年我武殿殿主也只有堪堪16声，此人乃武神强者呀！赵执事，未寻到那位强者大能。弟子寻遍王府，并未找到。弟子也未找到。看来此位大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不是我等品阶低下者能够一窥真言的。这位神阶人物出现在镇北王府附近，定是偶然。此等神阶人物，我荒北可遇不可求啊！各学院弟子继续寻找此人。时辰不早了，考核现在开始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那个镇北王府的萧凌天放出话来，居然要圣皇学院亲自邀请他进学院，当真是狂妄啊！人家拥有顶级的武道天资，当然可以。哼，不像那个废物萧晨。还有一刻钟，我武神区就觉醒了，极品天阶爆裂王体在我面前将不值一提。你这个废物，你来干什么？萧晨，你不会也是想参加考核吧？谁让你来的？赶紧滚回去！难道你要丢我镇北王府的脸吗？这个废物也想来参加考核？你们镇北王府当真是没人了吗？丢人现眼呐！以为自己还是那个爆裂王体的绝世天骄啊！哼，我听说他的未婚妻都要弃他而去了。萧晨，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若想认错，就去祠堂跪上3天3夜。萧镇北，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谈何认错？本次考核共分为3轮，成绩优异者可被各学院直接录取。这第1轮考核就是敲响这武魂仪，响声次数高者胜。考核现在开始。这口大钟就是武魂仪。我先来。
在下张忠。提着响了。当中敲响一声，全接武者。这武魂仪是不是坏了？武魂仪乃荒北武殿圣物，岂能容你来质疑？我来。3声，武魂仪居然响了3声！九公主不愧是荒北第一美女，这资质绝对的顶级地阶。没错，可以成为一代天骄了，将来必能一飞冲天。叶清玄钟响3声，考核通过，顶级地阶天资。萧晨，你现在看到你我之间的差距了吧？我与你退婚了，那是为了你好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可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。才3声罢了。废物，你懂什么？你以为谁都是像刚才那位神阶大能一样，能敲响18声？我来。我刚才那掌响18声，我还真没数。6声，萧凌天6声，顶级天阶啊！天阶，还是顶级天阶。虽然不如之前那位神秘的神阶大能，但在我们这些小辈之中，也算得上是难能可贵的强者。镇北王，你可真是沉得住气呀！你王府有如此的绝代天骄，何愁镇北王府不兴啊？赵执事说笑了，我儿虽敲响了6声，和那位神阶大能相比，差的是天上和地下。哎，若那人能加入我镇北王府，那我镇北王府何愁不成为荒北第一大世家呀？我玄黄学院邀请萧凌天加入，允你圣子之位。圣子之位？哼，整个荒北已经几10年没出过拥有顶级天阶资质的天骄了，他圣子之位不足为奇呀！我正坤学院邀请萧凌天加入，我雄霸学院邀请萧凌天加入。考核还没结束，怎么就有3家学院邀请萧凌天加入了呢？哎呀，小友啊，如果加入剑修学院，我把学院的一切都送给你呀！剑修学院？什么破学院，狗都不加入，还好意思邀请我？哎你，我你敢！师傅，我来。南王世子，镇北王和南安王年少时就斗得水火不容，可南安王有幸加入圣荒学院，镇北王便被南安王压了一头。这2家的世子也是相互攀比，如今这镇北王府的世子成了废物，这南安王世子和镇北王府的2少，不知谁的修为更高一筹啊！镇北王，我爹让我跟你带句话，你当年输他一筹，现在你的儿子也必定会输他的儿子一筹。你别得意，我可是极品天阶，我就不信你的品阶会超过我。看好了。8声，极品王阶啊！没想到继镇北王世子之后，荒北居然还能出现王阶强者。极品王阶，这个交流怎么会这么强？我可是从小被我爹藏在圣方学院养着，
修为早已超过圣荒学院其他弟子。萧震，你拿什么跟我联手？殿，他敲响了8声，那我别急，还有2轮比试。若是这个江流后2轮比试也成绩优秀，那我镇北王府今年又要遭人耻笑了。才8声而已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废物！你不服啊？你不是来参加考核的吗？那你倒是上啊！萧凌天，你明知萧晨是个废物，你还让他去参加测试，你这不是摆明了让他丢我们整个荒北的脸吗？谁让萧晨自不量力，非要参加考核？一个丹田破损的废物，在这哗众取宠吗？就是，他怎么能跟镇北王府的天骄比啊？你就这么想看我出丑吗？我的好弟弟，萧晨，谁是你的好弟弟？你已经被我们镇北王府赶出了家门，已经是一条丧家犬了。萧晨，赶紧给我滚回来！今天是你弟弟进入圣皇学院的好日子，别在这跟你弟弟添堵。萧晨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怨气，但今天是凌天潜龙飞天的大日子，轮不到你在这胡闹。你要再不滚回来，就别怪我打断你的腿。你们可曾听说过凤凰涅槃，枯木逢春？刚刚意外一招，都能让武魂仪发出18声。现在我神躯马上觉醒了，定能超越18声。怎么会一声不响？难道糟了？我身躯还未激活，丹田内刚刚积攒的内力被刚才那掌耗尽了。我以为他这么大的动静会发生奇迹，没想到废物还是废物。荒北天骄爆裂王体的萧世子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萧晨，你现在就是个废物，认命吧！萧晨，我就知道你只会丢我们镇北王府的脸。幸好啊，你已经跟我们王府断亲了，不再是我们镇北王府的人了。义子，丢人现眼呐！萧晨，你既然这么丢脸，爹绝对不会再允许你留在王府了。萧晨，你什么时候才能认清现实啊？你与凌天就是天壤之别，赶紧滚回来，别污了凌天的威名。叶清玄，你真够恶毒的，竟然想要我的命！萧晨就是个废物，他怎么可能避开我那一剑？不对，他并没有刻意的躲避，肯定是巧合，算他运气好。哼！我都说了，你没有修为，还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怎么能敲响武魂仪？他说的没错，这具身体失血太多，再不调息，别说参加考核，恐怕性命都难保。第2轮考核是御剑，谁能以气御剑，人剑合一，数量越多，排名越高。御剑，我先来。清玄，加油，一定能御起58以上的长剑。6把，不错。真是好本事啊！6把，清玄，你竟然驱动了6把剑。虽然我与叶清玄退了婚，可是这2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这么不避讳，看来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继续。3
3把，5把，1把。清玄，看我的，我定让某些不自量力的人无地自容。在下萧凌天，请赐教。萧家麒麟子就是非同凡响啊！哇，真是能敲响6声武魂仪，御8把剑，北荒少有啊！8把而已，有什么可炫耀的？12把，足足12把呀！12把，目前排名第1呀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又是第1？敲响8声武魂仪，御12把剑。若是第3轮比武他再赢，那圣皇学院的名额……镇北王，想不到20年过去了，你镇北王府还是无人可用。还有谁要比试吗？有。刚刚服了治伤的丹药，现在气血充足，相信武神区一定能觉醒。废！你撅得我们王府的脸，丢的还不够吗？赶紧滚回来，免得让人觉得我们王府连个垃圾都能参加考核。一个废物参加考核，他侮辱谁呢？就是攀田破坏的废物，也配跟我们相争？就是啊！他才是那个武神强者！这废物，这不可能的！又来这个嘛！内力还是不够。哈哈，你镇北王府曾经引以为傲的爆裂王体，就这？下来吧，连1把剑都御不起来，还好意思上台考核？对呀，赶紧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快点！就是下来。3年前镇北王府无人参加考核，3年后难道让这个废物来吗？还闹笑话呀！啊！可惜了，他曾经可是爆裂王体，在整个荒北震古烁今，如今……哎，飞野，我倒觉得他挺有意思。逆子，赶紧给我滚下来！也罢，再有1刻钟，武神区就会觉醒了。到时候我所受的屈辱，必当尽数奉还。小陈0把，考核未通过。小陈，你就放弃挣扎吧。自从3年前你的丹田破裂，你的荣光就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哼，难喊你的脏手，这就生气了啊？那我要是告诉你，我跟清玄早就暗度陈仓了，你会怎么样啊？虽然叶清玄是人种的未婚妻，不是我的，可是这话听起来，怎么还是让我恨得牙根痒痒？萧晨，最后一场比试是最重要的，你就不要再继续自取其辱了。第3轮考核，手类比武，任何人都可以向其他人发起挑战，也是本轮考核的重头。即便是前2轮失利的武者，也可以在本轮重获机会。赵执事，既然此次圣荒学院只招收1名弟子，
我提议就不要浪费时间，让这些臭鱼烂虾参加考核了。这叫什么话呀？他怎么敢啊？对呀，怎么敢呢？江世子是何意？我手累，让他们挨个向我挑战，然后我一一将他们击败，这样获胜者自然就见分晓了。有道理。你们有何异议吗？既然没有反对，那就让江世子来守擂，其他人向他发起挑战，打赢江世子者可直接通过考核。不服的，尽管上来！我张忠前来讨教。这张忠可是大将军之子，地阶强者，竟然一招就被他废去了修为。承让，一时没收住力道，下手重了，一不小心废了他的修为。还有谁不服？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镇北王，你们镇北王府派谁上来挑战？是你？还是你？亦或者是你这个废物？江流，你别太得意了。萧凌天，你这个踩着兄长成为镇北王府麒麟儿的卑鄙小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叫嚣？谁不知道当初萧晨是为了救你才丹田受损的？江流，你给我住口！萧凌天，我这是在帮你啊！萧晨一日不死，这世子之位就一日轮不到你。不如我把他杀了，这样也算是替你们王府扫清垃圾啊！江世子，你南安王府的家风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拳脚见真章。我来。任天，加油！江流，你辱我镇北王府，简直猖狂至极！今日我就让你付出代价。我狂自有我狂的资本，既然你想让我生不如死，打赢了我再说。极品王阶，实力当真可怕。如此能耐，荒北除了江流，我还只是在萧晨身上见到过。可惜啊，他现在只是个废物。镇北王，不是说这萧凌天是继萧家爆裂王体萧晨之后，又一天赋卓绝的旷世奇才吗？就这！江流，你别欺人太甚了！这萧晨是垃圾，这萧凌天比萧晨还垃圾。不服啊？我再给你们镇北王府一次机会，你萧镇北亲自上台挑战我。爹，让我来。凌天，你伤得太重，再伤我毁了修为的。萧镇北，你们萧家今日要再无人上台挑战我，我就让我爹上奏圣上，撤了你镇北王府的封号。镇北王府这次人丢大了。谁让当年镇北王仗着萧晨是爆裂王体，就处处挤兑碾压南安王，如今也该轮到他被羞辱了。说到底，镇北王府荣也萧晨，辱也萧晨，这萧晨还真是个祸害啊！没错，就是个祸害。3年前，我丹田未毁，整个荒北都对镇北王府顶礼膜拜，便年暗视我为家族的荣耀。可是为了萧凌天，我修为尽失，
就被王府当成垃圾丢到乡下3年，受尽了冷眼和嘲笑。从此以后，整个荒北人人仰望的将是我南安王府，你们镇北王府就跟着萧晨这个废物在阴沟里面发烂发臭吧！时辰已到，武神区激活了。逆子，你又想做什么？萧晨，回来！你现在毫无修为，你是想去找死吗？我，萧晨，今日要为自己证明，夺回我失去的一切。废物，就凭你也配大言不惭？一招制敌，难道他真是今日那道真气的主人？可他明明丹田破损，他是个废人呐！萧晨，怎么可能打败江流？我还有大帝之词，大帝之词！师傅，快看，这萧家的弃子打败第1名江流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，这小子定是今日那破天吞龙之势的强者，只是他的品阶我却看不透，深不可测呀。这股气势，荒北千百年来绝无仅有，看来荒北武殿要称霸玄黄大陆了。废物，刚才是我轻敌，才让你钻了空子。这就是武神区的力量吗？可是我刚才明明只用了1%的力道。废物！今天我不废了你的手脚，留给街边的野狗，我就不姓江。那你想姓什么？你要想随我姓，我可不乐意。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丹田未损失，是万众瞩目的爆裂王体，是镇北王府的世子。可你一旦陨落，就贬到乡下自生自灭，连你的未婚妻也被你亲弟弟抢走了，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？江世子，镇北王府的事，还轮不到你南安王世子评判。他说的倒也没错，可该死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！你，萧晨，他们固然该死，但你这个苟延残喘的废物更该死！放心，等我杀了你，就踏平镇北王府，让整个镇北王府给你陪葬！好啊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萧晨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镇北王府的废物，竟敢伤我儿！爹！刘儿，你怎么样了？爹！畜死！敢伤我儿，我要你的命！南王江淮，是武学院第9代弟子的大师兄，地位比现在的张齐天还要高。如今南王府的势力大过镇北王府，他的武道修为更是在我之上，江淮不是我能招惹的。萧晨，你这个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打伤了江世子，南王的怒火就你一人承担，镇北王府绝不姑息。南王，萧晨已与我镇北王府断亲，今日他所属个人争抢斗狠所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虽然我不是原来的萧晨，跟镇北王府也没有感情，可原主残存的意识还是被伤到了。镇北王府到底有多绝情？哪有你这样的爹？萧晨打败江流，你就承认他是你儿子。南安王一发难，你就立刻撇清关系，你枉为人父你。我镇北王府的事，
轮不到你这个外人在这说三道四。萧晨已经签了断亲书，他本就不是我镇北王府的人。既然如此，庶子，今天我就送你上路，给我儿子出口恶气。萧晨这小子吓傻了吧？肯定啊，江流只是一时大意失手，南安王可是身经百战，光气势就碾压那个废物。张长师，南安王是你们圣荒学院弟子，你不打算出面制止吗？这，按辈分，南安王是我师叔，在下实难插手。萧晨今日得罪了师叔，恐怕小命难保了。打败了南安王？不可能！萧晨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打败南安王？难道他的丹田破碎是骗我的？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难道萧晨一直在藏拙？不，我的选择不可能出错。林天一定是那位吞龙之士的强者，只是修为还没有突破而已。赵执事，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宣布本次考核的名次了？没错，我宣布，获得第1名的是张一下。拜见老师。师傅，老长师，你闭关多年，没想到今日为了学院考试出关了。老夫只是来凑个热闹。我看今天这第1名当是南安王世子江流。哼！哎，你江流？可今日考核，众多武士都是奔着我圣荒学院而来，而我圣荒学院院规中有一条，绝不收品行卑劣之人。这萧晨忤逆不孝，早就被族谱除名了。被除名了？没错，赵执事，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已经被武殿从族谱除名了，所以萧晨并不具备加入圣荒学院的资格。可惜了，得了第1能怎么样？还是进不了圣荒学院。规矩是没错，可是是不是有点仗势欺人了呀？圣荒学院可是荒北武殿最高修武学府，你这是想与圣荒学院为敌？师傅，这老长师明摆着就是偏袒自己的弟子南安王，他们要是不收萧晨，咱们剑修学院上。哎呀，那也得人家愿意呀！你看现在各学院的长士都在争先恐后的抢着萧晨，我们能抢得过吗？哪轮得到我？萧晨，你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废物就是废物，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！啊！谁说我？不过萧晨是有几分实力，只要他肯居第2，我圣荒学院就破格录取。萧晨被圣荒学院录取了，太好了！这可是光耀我镇北王府的大喜事啊！老长师，你这是一点机会不给留啊！没错，第1被圣荒录取了，第2也被录取，那岂不是我们这些学院只能招收这些资质一般的弟子了？嘿嘿，谁让荒北武殿圣荒学院一家独大呢？哎，师傅，你圣荒学院一家独大又能如何？考核本就该公平公正，萧晨得了第1，凭什么让他屈居第2？没错，就是对呀，就是啊！乡士们，我圣荒学院的决定就是道理。老长师，你如此说，那哪个学院还敢收萧晨呢？萧晨若不屈居第2，那他不是没有学院可去了吗？
照指示宣布名次吧，顺便公布我圣荒学院录取江流和萧晨。陈长师，那我呢？萧家已有一子进入圣荒，你3年后再试。凭什么？萧晨，都是你坏我的好事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陈儿，是哥哥就该让着弟弟，不如把圣荒学院的名额让给凌天。没错，萧晨，你能赢只是巧合，和凌天不一样，他有大计，以后定能登上荒北五殿之巅。圣荒学院不要脸，镇北王府更不要脸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加入圣荒学院了？萧晨，此话可不是儿戏啊！你当真不要加入圣荒学院吗？当真？什么狗屁圣荒学院，老子不稀罕！我有5神区，假以时日，我说圣荒学院，恐怕在整个荒北都是无敌的存在。萧晨小儿，胆敢如此藐视圣荒学院！我不愿意加入就是藐视啊！哼，你说是就是吧。无知小儿，实在是猖狂！我圣荒学院岂是你能羞辱的？你若是不加入圣荒学院，你问问在座的长士，哪家会收你？师傅，快说话呀！你快说收了萧晨啊！哎呀，我们剑修学院灵石已毁，就算招到弟子不被取缔，也无法提高他的修为了。萧晨将来必定是武道大徒，咱不能毁人前程啊！啊，这个逆子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萧晨得罪了圣皇上师，镇北王府会不会被牵连取消考核的资格？不妨，这逆子已经被我从家谱除名，算不得我镇北王府的人。两位长士，既然这个逆子不知好歹，我举荐我儿明天加入圣荒。都说萧晨是废物，赢得比赛只是巧合，可你这镇北王，一会儿是认儿子，一会儿是断绝关系的，变脸可是实打实的呀！我只是顾忌着血脉亲情，给他留一层颜面而已。诸位，今日就凭我镇北王府做一个见证，萧晨从今日开始，他是死是活，与我镇北王府毫无瓜葛。这就是人们都这样。这道真气是神区大能。我荒北学院考核竟然出了此等人物，只是这道真气还不够成熟，我定要收他为徒。畜生！老夫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跪地磕头道歉，老夫就准你加入圣荒学院。小陈，此等天大的荣耀，还不跪下谢恩？你们戏还真多啊！我早就说过，我不会加入什么狗屁圣皇学院。萧晨，你偏不识好歹，荒北谁人不知你爆裂王铁已不复存在。今日你能赢，只不过是侥幸，你还能真以为自己能重返巅峰吗？习武之人，丹田破裂，神仙也难救。你纵然使用内力，也是气海蛮力。若没有我圣荒学院的丹药和天材地宝，你注定沦为废物。哼，你们想偏袒自己的弟子江流和江淮，我不阻拦。可你们凭什么侮辱贬低我啊？你，既然如此，圣荒学院追加的名额便给镇北王府的萧凌天。爹，我要加入圣荒学院了。就知道我镇北王府就只能指望我儿萧凌天。萧晨，你这条无家可归的野狗，还不赶紧滚出这里！没错，滚出去！我提将这个大逆不道的畜子赶出考核现场！赶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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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都是一个个鸡骨草吗？这明明是圣荒学院偏袒自家弟子，凭什么让萧晨走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萧晨早晚要你还有你们，哼，匍匐在我的脚下！哼！此
自此之后必将登天踏云，无人能及呀！天，就让这个废物这么走了？随他吧，是死是活，都是他的命。可是他差点毁了儿子加入圣荒学院的考核啊！林天，算了，既然你已经加入圣荒学院，那与他便是天壤之别，又何必与他计较这些小事呢？好，那就听清玄的。两位长士，店主命我考核之时，寻找天赋异禀的强者进入武殿，由店主亲自来教导，将来继承店主之位。可我看江流假以时日，定能入得了店主的眼。多谢师祖栽培，多谢师祖栽培。今天那位惊天泣地、自有武神之姿的强者更为合适，就是不知此人现在何处？萧晨丹田已废，难道那位真不是他？我的徒儿在何处？店主来了！小学院考核，居然店主大人亲自赶来了。武殿店主，据说武殿店主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荒北极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容。今日我得有幸啊！是有幸啊！见过店主。赵执事，吩咐你找的人可找到了？回店主，还未找到。没找到？世间就此等绝色女子。店主今日也是来收徒的。店主是人深不可测，若是能成为他的徒弟，定能超越圣皇学院所有人，而且必定是新一任的店主啊！可本店主感知，刚刚那人就在此地。店主，你说那位有武神之姿的大能，刚刚就在考核现场。可是，除了剑修学院的酋长氏和他的徒弟之外，离开的只有萧晨了。不可能！赵执事，你莫要忘了，萧家那个妻子是个丢了丹田的废物。可，既然他丹田已废，又是如何打败南安王还有江世子呢？师父，徒弟方才同萧晨动手的时候，没有感到一丝内力。徒弟认为他是凭借蛮力，让我父子一时大意。没错，一个没有丹田的废物，就算获得天大的机遇，此生也无缘武道巅峰。丹田已废，今年考核何人第一？是回店主，是老夫的徒弟的儿子，南安王世子江流。哦，他分明被一股更强的力道所伤，是如何能得第一？回店主，大伤江世子的是萧晨，可老长士说他不符合圣荒学院的招收资格，所以取消了他排名第一，降为第二名。你竟敢弄虚作假，以权谋私！店主息怒，那萧晨已被镇北王府族谱除名，确实不符合圣荒学院招收资格。恕不自过，能者以实力自居，岂是区区方寸族谱能比之？除去你圣荒学院长士一职，罚你去思过崖面壁5年，没有本店主允许，不许下山。老夫从内。你们父子竟敢弄虚作假，隐瞒实情，取消考核资格，江淮从圣荒学院除名。什么？那不是说我一辈子都不能加入圣荒学院，进武殿效力了？这可是上古神器武魂仪，千百年来经过数以万计的强者试炼，如今竟被震碎了。到底是何人所为？都是萧晨。荒北武殿接令，务必找到这位武道奇才。是。一时冲动，什么都没带就出来了，我该去哪儿好呢？
王爷，听说陈儿打败了南安王。娘，那个废物一定是偷学了什么妖术，才在考核现场大出风头。他一个废了丹田的废物，就算打败了南安王，也进入不了圣荒学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萧晨的确打败了南安王，却惹恼了武殿殿主，责罚了圣荒学院长师。不知道此事会不会对凌天进圣荒学院有影响？陈儿呢？怎么不见他回来呀？娘，你忘了吗？那个废物已经跟我们王府断亲了，他回来干什么？他真的走了？那个畜生居然真敢走！离开王府就连1个月都活不下去，就等着他回来求我。王爷，王妃，大少爷他什么东西都没拿就走了，现在外面可不太平啊！他会不会……他不是有能耐吗？让他去闯！碰了壁就知道王府对他的好了。可是他身无分文呢，怕是会吃苦头的呀。身无分文啊！陈儿每个月不是有利钱吗？利钱？大少爷他没有利钱。没有利钱。凌天每个月有200两利钱，加上修炼资源，起码也有上千两。陈儿怎么会没有利钱呢？没错，萧晨身为王府世子，王府怎么会缺了他的利钱？是王爷说，大少爷不能修炼，吃住都在府上，不需要用钱，所以王爷从来没有安排过大少爷的利钱的。爹，我这个月的利钱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纨绔？你不能修炼，吃住都是王府，要银子何用？你以为王府的银子是大风刮来的呀？啊！哼！爹，我已经3个月没领利钱了，我只是想天尽绵意。大少爷，你丹田刚废，身子骨虚，赶快回房休息吧。待会儿小人找些粗炭给你暖暖。萧振北，这可是你亲儿子，你竟然如此苛待了他3年。是我忽略了，可他自己为什么不说？难道他没张嘴吗？娘，您就别怪爹了。萧晨这个废物，惯会装模作样，他呀，肯定就是装可怜，想让你们觉得愧对于他。王爷，在大少爷心中，对王爷那是敬若神明啊！就算王爷取消了他的俸钱，他也只是认为王爷有王爷的想法，从来没有再提过此事啊！而且什么？吞吞吐吐像什么样子？而且自从大少爷上个月回来之后，连自己的别院都没有，一直都是住在下人房，他可从来没有抱怨过呀。陈儿为什么会住在下人房？没想到萧晨这3年居然过得如此艰难。胡说！就算王府旁系子嗣，在王府都有一处别院，明天在王府更是有3座别院。萧晨是正北王府嫡长子，怎么会住下人房？王爷息怒，小少爷给小的说是王爷吩咐的，让大少爷住在下人房的呀。凌天，真的是你做的？娘，他就是一个废物，他哪配得上住入王府别院？住口！他是你哥哥，血浓于水的亲人，你怎么敢如此对他？娘，你居然为了这么一个废物来吼我！萧凌天，晨儿不但是你的亲哥哥，他还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如果不是当年他替你挡了一掌，你的命早就没了。萧晨，凭什么？从小到大你都是爹娘的脚，如今你成了废物，娘还护着你。萧振北，我告诉你，你必须把晨儿给我找回来，不然的话，我跟你们父子俩没完。云天，不要为了萧晨的事分心，明日你就去圣荒学院报道，争取在10年开启一次的剑种，寻到斩龙剑，定会帮你提升修为。没错，斩龙剑是武殿殿主的象征，
多年前被封印在剑中，若是得到斩龙剑，未来成为武殿殿主也未必不可。哎，萧世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是你啊，不去哪儿？啊，我知道，你跟镇北王府断亲了。不过呢，这样也好，像他们这种有眼无珠的人，根本不配做你的亲人。你有事儿？我师父邀请你加入剑修学院。剑修学院？你。这就是你说的100年前威震天下、拥有3000剑仙的巨头剑修学院啊！你放开，我不去，我要离开剑修学院。你看现在我们学院破呀，可只要去剑冢取回斩龙剑，店主一定会帮我们重振剑修学院的。斩龙剑啊，斩龙剑是武殿历届殿主的身份象征，只可惜在人魔大战被封印在了剑冢里。有传闻，谁能让斩龙剑认主，就可以号令武殿，并且让简殿主俯首称臣。对，店主上任之后啊，一直未得斩龙剑遭到荒为武道之意。你只要取回斩龙剑，简店主肯定芳心大悦呀。有点意思。拜祖师爷入院。哎呀，走吧。可恶的萧晨，3年前曾明明派人毁了他的丹田，可他今日怎么会击败我们？这件事情是有蹊跷。以我所知，萧振北嫌弃萧晨是个废物，早就跟他决裂，把他赶出王府。爹的意思是，萧晨的丹田确实被毁了，可店主说萧晨有武神之姿啊，这……玄黄大陆武道强者甚至，也不缺乏修炼妖术者。萧晨撑得了一时，撑不了一世。他虽赢了你我，可离开的却如此决断，想必是担心事情败露。可是爹，萧晨让你我在荒北严明禁师，咱们就这么算了？哼，今日的奇耻大辱，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？爹，咱接下来怎么做？1个月后剑府开启，你拿到斩龙剑，店主定会对你另眼相看，成为下任店主未尝不可。哼。走，走！哎呦，哈哈哈哈！徒儿啊，你现在已经体会到了剑意，以后就是剑修了。师傅，你说真的？这就是剑意啊！徒儿啊，这剑修学院方圆百里的野物，是不是都被你吃光了啊？哎，这剑修学院这么穷，我要是再不补充点营养，怎么能恢复王体？恢复王体？武神区太招摇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只能谎称自己要恢复王体。你之前是100年不遇的爆裂王体，但是你的丹田被毁是事实啊。可现在你的丹田不仅完好，而且还充盈饱满，这就是武神区的恐怖之处。以我目前的实力来看，那些所谓的荒北天骄屁都不是，可能是涅槃重生吧。我丹田被废后，在镇北王府简直连猪狗都不如。好在天道垂怜，许我再铸巅峰的机会。哎呀，真是孽缘呐，孽缘呐！可我怎么觉得萧晨这小子的修为不止王体这么简单？别伤心，有大师姐在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这1个月来，多亏他们的照顾，我的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快，而原主的亲生爹娘却对我置若罔闻，心情不过如此。剑冢开启了，剑冢终于开了！快，陈儿、灵儿，快去剑冢！
剑种马上就要开启了，师兄们，我们一定要找到斩龙剑。小师妹放心，我们一定拿到斩龙剑，送给你当入学礼。只有斩龙剑这样的绝世神兵，才配得上小师妹这荒北第一美女的身份。清玄，清玄，你在这昆学院可还习惯？有师兄照拂，你不必担心。清玄，我今日定会让斩龙剑认我为主，向圣上证明，我比萧晨那个废物更适合做你的夫君。好。这斩龙剑乃上古神兵，是武殿殿主的象征。除了上一任殿主，还从没认过其他主。就凭你们，还想让他认主？没错，10年前荒北除魔大战，老殿主伤了元气，将斩龙剑封印在剑冢中，镇压魔族。那么多天之骄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想得到斩龙剑？今日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我是如何让斩龙剑认我为主的。就凭你这个手下败将江里红，是不是镇北王府失去萧晨那个小废物，全靠你吹牛皮撑场面？要是再让我碰见萧晨那个小畜生，我定要他碎尸万段！是谁在狗叫啊？萧晨，萧晨，你怎么和剑修学院的宣师姐在一起？你耳朵是不是不好使？她是我剑修学院弟子，为什么不能跟我在一起？萧晨，你当真加入剑修学院了？哼，一个快倒闭的学院，也就萧晨这种废物才会加入。垃圾学院收的垃圾弟子，萧晨加入这种剑修学院，不正合适吗？哼！荒北5大家族之首张家少主张永志，叶金玄曾经的舔狗。萧晨，张兄，拿到了斩龙剑，再对他动手也不迟。剑种开启了，师兄，我们快进去。李天，走。清玄，我们分头去找斩龙剑。好，走。张兄，你这危机重重，而且还有可能碰到魔障，不如让他们替咱扫清障碍。走。师姐，这是不是斩龙剑？不是。那这把呢？不好！我竟然能遇这么多柄剑！小师弟，小师弟，你不是一把剑都遇不了吗？怎么会？哦，刚才明明是师姐遇的这些剑，我只是帮了一下忙而已。是吗？萧晨他就是一个废物，他怎么可能遇得了剑？萧凌天，怎么哪儿都能碰到你这只白眼狼？你一个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野狗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等我让斩龙剑认了主，我一定让你的这个小师姐给我做洗脚婢！萧凌天，你别找死！怎么？你能怎么样？啊？我看你很在乎你这个小师姐。你说我要是让你给我暖暖床，会怎么样啊？啊？萧凌天，你在干什么？清玄，我是跟他说笑，你别在意啊。你最好是在说笑。萧晨，你这个废物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杀了你！清玄，清玄，义士们，你没事吧？快服用这个止血丹！
清玄可是大夏王朝九公主，怎么会服用你们镇魂学院的低级丹药？小师弟，我说过的，以后你不许挡在我面前，我罩着你。好。以前，萧晨也是这样担心我受伤，每次有危险都会挡在我的前面。可是现在，清玄，我今儿出来匆忙，忘了带伤药了。我没事，死不了。快去找斩龙剑！清玄，凌天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斩龙剑。得到了。上次学院失恋，圣皇学院得罪武殿殿主，这回我们一定要找到斩龙剑，以正我们学院的威名啊！小师弟，咱们走吧。师姐，师姐，怎么一转眼我师姐不见了？萧晨，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吗？九公主，何出此言？九公主，萧晨，你以前都是唤我玄儿的。你也说了，那是以前，没什么事，九公主就请自便吧，在下就不奉了。萧晨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萧晨，你个废物还敢来这儿，想死在这儿吗？张有志，这3年你给叶清玄当舔，处处针对羞辱，可你舔来舔去，叶清玄对你还是爱答不理。废物，你找死呀！萧晨，小心！区一个蝼蚁，分明趁着我爆裂王体被废，打我辱我欺我，今日我就全部还给你！你丹天已废，爆裂王体早就成为过去，你为何还有如此强劲的内力？一掌就废了你这荒北5大家族之首张家的顶级天阶王者。萧晨废了张有志的顶级天阶修为，那他和萧凌天……不可能！你丹天已经废了，怎么会？哼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。萧晨，你的丹田恢复了，所以当时考核你用的也不是妖术，而是你的实力回到了3年前那个令镇北人人羡慕的爆裂王体萧世子。九公主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萧世子不是在你授意萧凌天逼他退婚的时候，就已经被活活打死了吗？我没有，萧晨，我只是以为……你只是以为我不再是那个爆裂王体，配不上你这个大夏国的九公主，就迫不及待的跟我撇清关系，但又怕世人说你薄情寡义，就怂恿萧凌天逼我退婚。你真是好算计！我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你的爆裂王体会恢复，要不然我也不会。九公主，张兄死了。九公主，是何人伤了张家少主？他死了。萧晨竟然一掌就让一个顶级天阶暴毙，他的实力比3年前更加恐怖，10个萧凌天也不敌1个萧晨。我都做了什么？九公主，张有志是荒北5大家族之首张家少主，他的死非同一般，可否告知是何人杀了他？是萧晨。萧晨？怎么可能？就算他修炼了妖术，也不可能一掌杀死了张有志。萧晨，既然你对我不屑一顾，那我就毁了你，让你成为荒北公敌。萧晨杀了张有志，张家有武将高手坐镇，荒北世家谁敢招惹？这张家少主遇害，定然会掀起轩然大波。萧晨，就算你有几分实力，又能怎样？你一个镇北王府的弃子，得罪了5大家族之首张家，就等于变成一条四处逃命的野狗了。萧晨，我等着你被张家逼得走投无路时，跪
在我面前掺和。叶师妹，我知道你跟镇北王府的渊源，张家受主被杀，张家定会为难镇北王府。师兄放心，我虽和镇北王府有婚约，但我也是大夏王朝的九公主，断不会为了儿女私情而让张家的怒火烧到我的身上。这样最好。这个萧晨，就算跟镇北王府断亲了，还是给镇北王府带来了祸端，真是个灾星。萧晨竟然杀了张有志，这个废物他怎么不去死啊？张家盘踞了数百年，是5大家族中最有实力的老牌家族，萧晨竟然敢杀张家少主！萧凌天遇事总抱怨别人，这一点的确比不上萧晨果敢冷静。凌天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斩龙剑，只要找到斩龙剑，张家定不会把镇北王府如何。没错，我这就去找斩龙剑。走。萧凌天，等你把斩龙剑献给我后，我会成为荒北五殿最尊贵的殿主，镇北王府的死活与我何干？剑气！难道是萧凌天找到斩龙剑了？剑气，一定是斩龙剑问世了！斩龙剑，今天必须是我的！师兄，剑气在那边。小师弟，这就是斩龙剑。师姐，我这就给你取回来。住手！废物，把你的脏手给我拿下来！小凌天，你还真是跟以前一样，只要是我的东西你就跟我抢，衣服、院子，还有修炼物资，甚至是女人。萧晨，你就是一个废物，你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些，不配把你的脏手放在斩龙剑上。斩龙剑是我先找到的，那就是我的。住手！是我们先发现斩龙剑，我小师弟凭什么不能拔？小师弟，拔！有师姐在，我看谁敢阻拦。难怪萧晨现在对我这个态度，肯定是因为这个女人挑唆的。萧晨，把斩龙剑给我，我就可以原谅你。清玄，你在说什么？叶清玄，我为什么要得到你的原谅啊？因为你之前冷落过我。我跟你又是青梅竹马，还有婚约，就算婚约解除了，你也不该对我如此冷漠。九公主，你脸皮怎么会这么厚呢？当初你们逼我小师弟退了婚，现在又让我小师弟继续热脸贴冷屁股。师姐，话糙理不糙。我不管，我是九公主，萧晨就应该像狗一样的围着我。萧晨，我命令你把斩龙剑给我，否则。若是张家怪罪下来，就别怪我不念及旧情。萧晨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清玄凭什么还要留在他身边？叶清玄啊，自从我丹田被废，你就对我避之不及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没有旧情了。绝不能让萧晨这个废物这样得到斩龙剑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今天谁杀了萧晨，谁就能拿到斩龙剑。你们这些卑鄙小人，有我在，谁敢动我小师弟？叶清玄，萧晨，把剑给我！清玄，他体内的真气竟然如此浑厚，难道他真的是那位神境强者？清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！
紧把斩龙剑抢回来！敢伤我小师弟！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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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对，我这有固元丹。师姐，快！什么？难道这就是数百种极寒之地仙草淬炼而成的极品疗伤圣药固元丹？固元丹不仅可以修复外伤，还可以调理内伤，让人快速恢复修为。单这一颗就价值千金呢！固元丹，萧晨，你怎么会有固元丹？这颗固元丹是来剑修学院后大师姐说送给我的见面礼，没想到这么珍贵，她竟然给了我2颗。小师弟，师姐就2颗固元丹，这是留给你保命的。没人能取我萧晨性命，现在你比我更需要他。来，住手！萧晨，你以前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先给我，现在我也受了伤，你凭什么把这么珍贵的药材给他？我还没有打算跟你算你伤我师姐这笔账，你还打起固元丹的主意了，你也配？师姐吃。你，萧晨，我真的生气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也没有打算原谅你伤我师姐。萧晨，你找死！清雪可是大夏王朝九公主，你敢伤她？从今往后，伤我者死，伤我剑修学院者死！师姐，镇北王府的2个小畜生最好斗得你死我活，这样斩龙剑就是我的了。小灵殿，不能让江柔抢走斩龙剑，快去把斩龙剑夺回来，快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夺回斩龙剑！刚刚靠近斩龙剑，明明被他吸附的无法脱身。江流等人靠近斩龙剑，为何会被剑气逼退？你群废物！难道只有萧晨能靠近斩龙剑？那岂不是……师姐，我带你回学院。我没事，只有拿到斩龙剑，才能让所有欺负过你的人不可以再轻视你。好，只要师姐喜欢，我愿意去取。废物！岂提我们在，你休想夺得斩龙剑！是吗？非要拔了！住手！谁敢觊觎本尊的斩龙剑？拜见店主。你不但能靠近斩龙剑，竟然还能将它拔出！该死的萧晨！拜见店主，我等想要寻斩龙剑献给店主，可萧晨小儿竟然想私吞。萧晨，店主，萧晨就是一个丹田被废的废物，若不是我等身上的真气镇住这剑主里的魔气，他根本不可能趁虚而入夺得斩龙剑。颠倒黑白，明明是我们先找到斩龙剑的，是你们想要害死我们抢走斩龙剑的。斩龙剑是把有灵性的生物，就算被他拔出，也未必会认他为主。你把斩龙剑交出来！是，可惜啊，我不喜欢他的口气。凭什么？小妖精，自己来拿呀！
师姐，师姐，我把斩龙剑拔出来了，送给你。送给我？萧晨，我不允许！萧晨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跟你退婚的事情？其实我是有苦衷的，我原谅你那么多次，你原谅我一次还不行吗？叶清玄，你哪来的脸啊？以前是我萧晨喜欢你，才会凡事都向你认错，可现在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原谅你？萧晨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女人了？萧晨，我不允许！清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起开！父皇子女众多，若不是我跟曾经旷古烁今的天骄萧晨有婚约，他根本不会多看我一眼。如今萧晨不但丹田恢复了，还得到了斩龙剑，我必须让他回到我身边。萧晨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把斩龙剑给我，我就可以跟你和好如初。叶清玄，自从你知道我的丹田被废之后，你就转而跟这个萧凌天勾搭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给过我机会？够了！斩龙剑是武殿圣物，不是你们小情人打情骂俏的筹码。我再说一遍，把剑给我。萧晨，你得罪了简殿长，就算拿到斩龙剑，一样会死。我要是不拿呢？那我就杀了你！他竟然能不费吹灰之力接住我5成的功力，那又如何？只要我把斩龙剑认主，任何人都拿不走他。斩龙剑竟然认你为主了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斩龙剑怎么可能认这废物为主了？萧凌天，看来让你失望了。这斩龙剑已经认我萧晨为主了。师姐，还能走吗？服用了固元丹，师姐还能坚持。凭什么？曾经只对我温柔的萧晨，如今却对别的女人万般呵护。萧晨，萧晨，你如今虽然恢复了王体，可跟学院考核时敲响18声武魂仪的那位神级强者天差地别。敲响18声武魂仪的，不就是我吗？但斩龙剑已认你为主，我可收你为徒，你可愿意？收我为徒就算了吧，给我当个妾，倒也勉强。萧晨，萧晨，你找死！我知道你是武殿殿主，但你怕是忘了，斩龙剑是武殿圣物，殿主象征。现在斩龙剑已经认我为主，我可以号令武殿，让你俯首称臣。萧晨，你竟敢得罪殿主！你若是牵扯到了镇北王府，必定会重重的责罚你。你有病就去看，我现在跟镇北王府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，谈何责罚？你走。萧晨，哼！教主，教主，有志去剑冢，可取回斩龙剑。教主，圣主他被人杀了。什么？回家主，我们把少主接回来了。有志，我的儿！到底是谁杀了我的儿？是镇北王府萧家妻子萧晨。萧晨，少主是被人用了内力，一招废了全身修为，经脉尽断而亡。
可听闻，镇北王府世子3年前就废了丹田，成为废人，怎么可能一招杀死王家的少主？你确定是镇北王府的妻子所为？家主，小的确认，是南安王世子亲自把少主送回来的，是他亲口说的。萧晨，我定让你血债血偿！明天，此番去剑中，收获如何？此去剑中，不但没拿到斩龙剑，就连一把上好的神兵都没来得及取。怎么会如此？王爷，荒北张家家主率5大家族前来王府问罪了。问罪？不知张家主今日登门所为何事？镇北王，我张家哪里得罪了贵妇，让你儿子一招就打死我张家独子？张家独子？张家独子修为与凌天不相上下，凌天刚入圣皇学院月余，竟然能一招杀了张有志，看来我镇北王府注定要崛起了。今日你若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荒北4大家族势必与你镇北王府不死不休。张家主，此事定有误会。我儿凌天虽修为逆天，但也不会轻易恃强凌弱。我想，定是事出有因。爹，张有志不是我杀的，不是你，是你府上世子萧晨。萧晨？不可能！那个逆子丹田已破，修为尽废，怎么会一招杀死王阶武者？镇北王，你不会是想袒护萧晨吧？虽然你是大夏异姓王，可是我荒北4大家族主导大夏各个行业，豢养成百上千武道强者，也不是吃素的。难道萧晨那个畜生，也跟上次考核一样，使了什么不入流的手段？明天，你可知那个孽畜现在何处？爹，萧晨加入了剑修学院，打伤了清玄，抢走了斩龙剑，得罪了武殿殿主。什么？萧晨得了斩龙剑？邱老头，师姐的伤怎么样了？服用固元丹及时，灵儿并无大碍，调养几日便好。师傅，我的伤没事，可咱们剑修学院恐怕是要有事儿了。你们此去没有寻到斩龙剑，也罢，看来我剑修学院的威名也从此没落了。小师弟寻到斩龙剑了，但是斩龙剑认他为主了。什么？斩龙剑流传至今，只有修为逆天的武殿殿主才能让他认主，怎么认萧晨为主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到了剑冢之后想去……哎呦，慢点，累了。我们到了剑冢之后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斩龙剑被称为神兵利器，他认萧晨为主，这绝非偶然呐。莫非是我那个血滴在了斩龙剑上，他才认我为主的？这只是其一。斩龙剑之所以称为神兵，并不是因为它只是一把利器，而是它有灵性。如果他不认可你，即便沾上你的血，也不会甘愿认主的。也就是说，是斩龙剑先认可了小师弟，所以小师弟才可以靠近斩龙剑，而其他人别说是拔剑了，就算是靠近，都会被剑气所伤。哦，怪不得我一靠近那斩龙剑，那斩龙剑就给我吸到，难以脱身啊！难道萧晨真是那位拥有武神之姿的强者？可是师傅，这斩龙剑认小师弟为主，惹怒了简店主，他会不会为难小师弟？哎呀，简店主乃是上任店主的女儿，年纪轻轻就当了店主。她的修为虽然在武道无人能比，但一直被荒北武道诟病，所以拿到斩龙剑是她的执念呢。啊，那现在斩龙剑认小师弟为主，岂不是打了他的脸？
要是他发难，以小师弟的修为，就算再加上我们，也不是他的对手啊。你们不必担心，若你们因为捡秋水为难，我萧晨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当什么当啊？你都已经杀了张家少主，已经很麻烦了，又惹怒了简秋水。就算你完全恢复到了爆裂王体，也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多人的讨伐。啥？你杀了张家少主？哎呀，张家家主是武道宗师修为达到地境，而其他4大家族全部都是半步宗师。你惹了他们，如果他们联起手来，恐怕……萧晨，还不快出来向张家家主以死谢罪！萧凌天，张家来得这么快，而且还联合了镇北王府。我看镇北王府他不会帮你的。我已经跟镇北王府断亲了，何须他们帮啊？放心，此事因我而起，便由我一个人解决。哎，你不能去！你给我站住！我告诉你，现在你已经是剑修学院的弟子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允许出去半步。哼！师傅。萧晨那逆子真得了斩龙剑，倒是我镇北王府的机缘。只要他肯低头认错，交出斩龙剑，身为父亲，我定会护他周全，跟这一剑碰上一碰。萧晨，都是因为你清玄才对我失望的。只要今天你死了，爹娘和清玄的眼里才都只有我。镇北王张家主，你们今日来我剑修学院，所为何事啊？九万天，把萧晨交出来！为了个萧晨，一个落魄的小辈，你们何故兴师动众来我这无人问津的剑修学院？九万天，别装糊涂！萧晨那个畜生杀了我儿，今日你若不把他交出来，我张家就拆了你剑修学院！哼！萧晨现在是我剑修学院的弟子，我要是不交呢？酋长室，你不肯交出萧晨，难道是你想独占斩龙剑？斩龙剑，镇北王。萧晨可是你的亲骨肉，你为了一把剑，竟然逼他出来受死！此子顽劣不成器，他要是愿意将斩龙剑交于我，我定会为他出头。哼！今日我定要手刃萧晨。九万天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！敢对裘老头动手，你找死！哎呀！裘安天此前受了内伤，10年都不曾出手，如今内力比之前更加强悍。难道是他身后那7年所为？裘老头，没事吧？我死不了。刚才有股强悍的内力注入我体内，难道是萧晨所为？废！还以为你要当缩头乌龟，不敢出来。萧晨，你杀害张家少主，是错吗？我有何错？当年张有志仗着我修为被废，让我当街学狗叫，扒光我的衣服，供人取乐，骑马拖行游街。如今他技不如人，我杀他有何错？什么？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这些事？自从我丹田被毁，你的心里只有你的小儿子萧凌天，何曾在乎过我？就算你修为被废，他仍然是镇北王府世子。他张家少主怎么敢羞辱大夏异修王世子？我儿已死，你休要给他泼脏水！不能让爹知道，当年张有志羞辱萧晨，是我挑唆的。废物！你杀人越货，还敢狡辩？凌天，不可！他竟然使出了10层功力，徒儿小心！废物，10层就这么点力？凌天！这怎么可能？萧晨丹田不是废物吗？天阶强者怎么会不是他的对手？你个逆子，他可是你亲弟弟，你怎么下此狠手？萧振美，你瞎了吗？刚才是萧凌天对我痛下杀手，我不还手，难道还要站在这儿等死吗？你够了！镇北王，我今日来是要为我儿讨说法的，
不是在这里看你们镇北王府家长里短的。小子，你确实有几分实力，但是今天你的命我要定了。这就是斩龙剑。我输了。今日我技不如人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张家主可是大宗师地境强者，竟然被一招秒了。小人鼎盛期也不过是爆裂王体，何况都说他已沦为废人，怎么可能被一招秒了呢？小陈，你明明已经变成废物了，为何还有这么强的实力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萧晨竟然能一剑秒地境强者，今日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与他重修旧好。张家主，是你儿子，挑衅动手在先。你们若战，我便战；你们若不战，就速速下山，不要扰我剑修学院清修。今日我败在你的手里，无话可说。但杀我儿之事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哼，走。拜见九公主。几位家主既然已经来了，又何必急着走？我与萧晨还有些事情，还请诸位留下做个见证。既然九公主有事吩咐，那我等便留下洗耳恭听。清玄，你怎么来了？张家的事，父皇已经知道了。他说我大夏南境和荒北两大区域向来不睦，南境早有借武道势力谋反之意，希望诸位不计前嫌，共同对抗南境。清玄，请圣上放心，我一定早日练成，助圣上平息南境叛乱。萧晨，你手上是斩龙剑。是，又如何？晨儿，只要你把斩龙剑献给爹，爹就原谅你，允许你回镇北王府，继续当你的世子，一同对抗南境。镇北王，你怕是忘了吧？我早就跟你们镇北王府断亲了，啊，已经被你家族除名了。那都是为父一时之气，大得真。何况你说我的骨肉，从小到大吃的用的，都是我镇北王府给的。你说断就断。镇北王，我真想问问你，这萧凌天在你心里到底价值几何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为了救萧凌天，我傲然于世的爆裂王体毁于一旦，从高高在上的镇北王世子，沦落到你萧家的一条丧家之犬，还不够还你的养育之恩吗？晨儿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斤斤计较呢？刚刚他萧凌天要取我性命时，你可曾想过我是你一家人啊？镇北王的确偏心，当年萧晨是天之骄子，为救萧凌天被废，从此镇北王府便没有了他的位置。反而是萧凌天虽无世子身份，却享受着比世子还高的待遇，甚至简直就是个白眼狼啊！住口！说镇北王府的事，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。萧晨，我刚才只是疏中了你的暗算，有本事你们再打一架。就凭你，在我眼里，你不过是蝼蚁罢了，也配跟我打？你，萧凌天，你真是个废物！吃了镇北王府这么多资源，还不如一个丹田被废的人。萧凌天这个废物，区区天阶还想跟萧晨斗，就连地境都不敌萧晨的一招。小陈，你敢伤害凌天，你这一辈子都别想让我原谅你！就这实力竟然这般恐怖，若他留在镇北王府，岂不是要重现镇北王府昔日的荣光？萧晨，你婚书落我这儿了。婚书？清玄，你不是跟我说要跟萧晨退婚，要跟我在一起吗？为何婚书还没有毁掉？萧凌天，请你自重，我是萧晨的未婚妻，是你未过门的嫂嫂。凌天，不可无礼！萧凌天，谁让你是个废物，
连废了丹田的萧晨都不服。叶清玄，我那么爱你，为了帮你退婚，把萧晨这个废物打成了重伤，独自构陷他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你是我的嫂嫂！凌天，原来真的是你打伤了萧晨，还多次的构陷他。他是你哥哥呀！我都是因为这个萧晨，他处处比我强，外人都夸他是天之骄子，你们把他当成辅助的荣耀，而我呢？原来萧晨当初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个逆子啊？我也是你们的儿子，和辅助的荣耀全部都是他的，甚至连我从小喜欢的清玄都是他的未婚妻，我不服！镇北王英明一世，却偏偏爱了只白眼狼。没错，萧晨年少成名，荣耀加身，为了救胞弟，不惜废了自己的修为，只可惜换来镇北王府无情的抛弃。清玄，萧晨，镇北王府不要你，我叶清玄要你。小师弟，叶清玄，你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要你？萧晨，你竟然说我水性杨花，拒绝我！我可是你的未婚妻。九公主，你还知道自己是萧晨的未婚妻呀？那你跟萧凌天在一起勾勾搭搭的时候，逼小师弟退婚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？父皇已经对我失望了。如果没有萧晨的助力，父皇迟早会把我嫁出去联姻的。我一定要挽回萧晨。叶清玄，记得我在镇北王府断亲时就说过，你叶清玄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妻子。萧晨，那个时候是我年少无知，被萧凌天给蛊惑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我从小青梅竹马，你说过此生只愿娶我一人为妻的。那是那个死心眼的原主说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萧晨，我是真的爱你的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叶清玄，我到底哪里不如萧晨？若论修为，你确实不如萧晨。张长师，镇北王，我圣荒学院愿意收萧晨为弟子，你可愿意？我镇坤学院愿献出所有修炼资源，只求萧晨小友加入我镇坤学院。我雄霸学院愿封萧晨小友为大师兄，同时邀请小友加入。我愿让出长师一职，只求萧晨加入我玄黄学院。四大学院竟然都求我儿萧晨加入，萧晨，定要你死！没想到四大学院都求萧晨加入，日后想杀他，恐怕难于登天了。张继天，你们几个真不要脸呢！当初这学院考核的时候，萧晨夺得第一，你们羞他、辱他，谁都不让他入院。现在来跟我抢徒儿来了啊！真不要脸！哼，邱老头，这也不能怪我们。谁人不知今日剑冢大开，而萧晨却让上古神兵利器斩龙剑认了主。什么？这萧晨不但得到了斩龙剑，还让斩龙剑认他为主了？没错，以他这般小小年纪，便让斩龙剑认了主，日后定有大造化。生子当如此啊！没想到陈儿丹田破损后，能量还这般逆天，可我当初竟然还嫌他是个废物。我萧晨祭拜了剑修学院的祖师爷为师，就是剑修学院的弟子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小师弟，小陈，我等诚心邀你入院，你别不识抬举。虽然你得了斩龙剑，但是以你的修为，哼，你驾驭不了他。何况斩龙剑本就是武殿之物，且然有魔气，你独吞怕是不妥。
不如带到我镇坤学院，以我院乾坤正气压制。说白了，你们这次来根本就不是想请我入学院的，而是想要我手里的这把斩龙剑。斩龙剑在此，有本事来拿呀！拜见店主。萧晨，你就算有斩龙剑又如何？见店主在此，他若想要，你敢不给？你不给的话，你就是跟整个荒北武道为敌。还是那句话，有本事拿去。我看谁敢！想要夺神器，先过我这一关。还有我，没想到昔日那个令我厌弃的废物，如今竟能引起5大学院的争端。看来是我小看了萧晨。够了！南境武殿殿主裘天池已经放出话，10日之内要取走这斩龙剑。什么？裘天池？10年前人魔大战之后，他离开了荒北，前往南境，后来修炼魔功，称霸南境。他这是要回荒北复仇啊！这一天还是来了。裘天池修为已踏入圣境，他一直未对荒北武道出手，就是在等斩龙剑。看来荒北的天要变了。裘天池是谁啊？他是剑修学院的前掌事，也是我兄长。10年前，兄长，因为4大学院剑死不救，导致剑修学院72剑仙无一生还。我哥哥裘天池因为重伤不能治愈，一怒之下离开荒北，去了魔气重生的南境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师傅受了内伤，10年都未痊愈。像是这些落井下石的东西干出来的事。小陈，别以为我4大学院愿意收你为弟子，就忘乎所以。如今南境对北荒，虎视眈眈，我劝你还是把斩龙剑交与店主，对抗裘天池。一把破剑而已，我本来也没想要。既然你不垂涎这神兵利器，那你倒是拿出来献给店主啊！可你们非得连哄带骗的想要，哎，我还就偏不给。哎你！好了，萧晨，我知道这斩龙剑已认你为主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但是大战在即，怎样才可以把这斩龙剑借我一用？借呢，倒也不是不可以，除非你命武殿重修剑修学院，并且在剑修学院给我为奴为婢10日，我就考虑让这斩龙剑暂时听你的。你说什么？小陈，不可对店主无礼。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啊！他若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好，我答应。店主，你为武道至尊呐，怎么能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为奴为婢呀？没错，不就是一把斩龙剑吗？只要我等找到月前那位拥有神境之姿的强者，定不会败在裘天池手上。你们说的是那个敲响18声武魂仪的那位？没错，那人定是荒北隐世高手。若他出手，裘天池也奈何不了我荒北。死了那条心吧，我是不会出手。萧晨，你是得意忘形了，在这胡说八道。你有什么资格和神界之姿相提并论？那人就是我怎么就不能相提并论了？我的武神区修为虽然上不封顶，可是区1个月，我还没有达到逆天的能力。
我才不会为了你们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搭上小命。哼！我寻遍荒北一无所获，看来那位神不是你我等人能够见得上面的。我答应你的条件，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。明日我便来剑修学院赴约。九公主，事已至此，我等先告退了。小陈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可愿意加入我圣荒学院？哎呀，不加！哼！陈儿，跟爹回镇北王府，你娘想你了。萧正北，你失忆了！我再说一遍，我已经跟你镇北王府断亲了，慢走不送。小陈，爹，你看他，住口！爹，萧晨，九公主，请回吧。看来剑修学院是该好好修缮一番。我即刻传书给父母，让他多派一些人手和银两，我留下监工。倒水。谁能想到大夏王朝九公主会给被他抛弃的未婚夫洗脚？这荒北五殿殿主会给一个曾经被称为废物的学院弟子捏肩膀？轮回享受啊，还得是我徒儿。可是师父，师伯为人睚眦必报，10天之后他肯定不会只是取走斩龙剑这么简单吧？哎呀，老店主失踪以后，荒北武道就是一盘散沙。表面上大家对店主恭敬有加，但是内心都不愿意臣服。此次裘天尺前来，在荒北必定掀起轩然大波。师伯为人睚眦必报，又被魔气侵蚀，修为难以揣测。这简秋水真的能驾驭得了斩龙剑对付他呀？店主，取得斩龙剑者是大夏王朝镇北王府弃子萧晨。萧晨3年前是荒北名噪一时的武道奇才，爆裂王体，只因救下胞弟，导致丹田破裂，修为全废，继而被镇北王府嫌弃，成为弃子。裘万天那个老迂腐，竟然收了一个废物进入剑修学院，难怪荒北武道没落。只是一个废物是怎么让斩龙剑认主的？店主，10天之后，我等便要杀向荒北，届时一探便知。10年前人魔大战，本尊神魂聚散，若不是遇到怨气横生的裘天尺，借他的身体休养生息，早就灰飞烟灭了。如今你已经跟他的身体合二为一了，也是时候卷土重来，横扫荒北了。没错，10日后，本尊定要让荒北武道臣服。师父，你是说此次荒北浩劫要靠小师弟解决？我总感觉萧晨并不是王体那么简单，而是学院考核那天的神阶王者。神阶王者？我也不能确定，不过现在斩龙剑任萧晨为主，日后他的日子不会太平。我们为他自保，一定要帮助他成长。我明白，师父。明日我就上剑灵峰采集神草，帮小师弟淬骨。
师姐，你这是确定是要给我淬骨，不是要给我煲汤啊？哎，你都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？师傅说了，现在整个大夏武道都盯着斩龙剑，此次求天池又来者不善。哎，你必须要有自保能力。武神区觉醒也有些日子了，我的身体也健壮了不少，是时候不再压制武神区的能量，来一个一鸣惊人，称霸玄黄大陆了。灵儿姑娘，已经是第10桶热水了，还要继续换水吗？继续。我小师弟没泡舒服，不许停。可是，我可是堂堂大夏九公主，你们敢让我伺候男人洗澡？你可以不伺候啊，又没人求你。我不行，这次能不能重新获得父皇的关注，就看萧晨的斩龙剑了。萧晨，我们可是青梅竹马，我又是你的未婚妻，伺候你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叶清玄，你别再跟我套近乎了，咱们已经解除婚约了。萧晨，你就说吧，你怎么才能原谅我？想知道？想啊，只要你说，我就一定能做到，哪怕是……哼，来，我要你滚！萧晨，萧晨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店主说笑了，我还要去烧水，二位自便。我命人给你添置了些厚衣服，等下换上。简店主，能否帮我个忙？只要你肯把斩龙剑借我一用，别说一个忙，多少个忙我都愿意。斩龙剑，这有何难？什么忙？但说无妨。帮我搓个背。你，好。哼，本店主可是荒北神殿至高无上的店主，萧晨，你竟敢让本店主搓背？这个世界，公主洗脚，武店店主搓澡，真不错。萧晨，等本店主打败求天池，称霸荒北南境武道时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哦。萧振北，既然你已经见到了晨儿，为什么不劝他回王府？难道你真的不想认这个儿子了吗？是那个逆子自己不肯回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娘，那个废物早就跟王府断亲了，而且也将他从族谱除名了，你为何非要让他回来呀？晨儿离开王府，都是你们2个人给逼的。凌天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晨儿丹田被废，你脱不了任何干系。你说什么？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胡说？哼，好啊，竟然到现在还不肯承认，把人带上来。二少爷，救命！二少爷，娘，这个小厮3年前偷了我的玉佩，已经被我发卖出去了。您这是发卖，还是你有意将人打发出去？夫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把你知道的原原本本的告诉王爷，若有一字隐瞒，你知道我分筋错骨手的厉害。夫人饶命啊！小的定儿把知道的全都说出来。
3年前，世子爷当天被废了，小的看到二少爷。二少爷，小的已经把软金伞放到世子的餐食中，看着他吃下了。哼，你做得很好。我已经放出话去，萧晨之所以能有今日的修为，皆是因为王府中有能提升修为的神丹。爹娘今日不在府中，南安王世子江流一直妒忌萧晨，他一定会来偷神丹。明白，小的这就将世子给引过来。萧晨，我今日一定要废你，自此之后，这镇北王府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。你说的可是实情？王爷，小的说的句句都属实。这是当年二少爷亲手所写，让小的去酒楼查证，宣扬镇北王府有提升修为的神丹的说辞。你这个狗奴才，你竟然敢污蔑我！林天，你竟敢杀人灭口！娘，你宁愿相信一个狗奴才说的话，都不愿相信你亲儿子说的话吗？当初你说晨儿为了你丹田被废，把气撒在你身上，还无故殴打你。为了你，我亲自把晨儿送到墙下，让他自生自灭。难道这一切都是你骗我们的吗？爹，我没有。既然没有，你为什么要摧毁证据？爹，我没有。爹，王爷，王爷，萧振北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，我愧对晨儿啊！萧晨，3年前我就该杀了你。师傅，小师弟能突破王体，踏入地境吗？师傅，小师弟能突破王体，踏入地境吗？还未可知，皆看天命啊！即便他踏入地境，也不是裘天池的对手。据我所知，裘天池已踏入神境。什么神境？神境是武道最高境界，那裘天池岂不是要决胜天下，成为武道巅峰了？哎呀，徒儿！他体内内力混杂，看来突破失败了。快抬到床上歇歇，快！师傅，你们先回去歇着吧，我留下来陪着小师弟。萧晨没有突破，也就是说与南境一战，萧晨未必会在众多武者中脱颖而出。明日便是南境抢夺斩龙剑的日子，我即刻通知荒北武道，明日与南境决一死战。好，咱们走吧。小师弟，你可千万别有事。昨夜的药浴洗精法髓啊！我这个身体是极其舒坦。小师姐，她昨晚一直在陪着我。裘万天，10年未见，别来无恙啊！裘天池，他来了。万天，看到哥哥，怎么也没点表示？你不是我兄长裘天池，你到底是谁？本尊当然不是裘天池这个废物，本尊是魔族之主魔尊。
你竟然夺舍了他的肉身！剑来，我要为我兄长报仇！酋长师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回来！没想到魔尊这畜生，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，内力如此强悍，深不可测啊！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不就是一些见不得光的一些手段罢了？萧凌天，人人都说你是镇北王府继萧晨之后又一个五绝奇才，可在我眼里，你狗屁不是！你什么意思？裘天池虽然修的是魔果，可是他的修为已经踏入神境，无人能敌。神境，那岂不是武道巅峰，神的存在？哈哈，这就是你荒北剑修学院剑仙的实力，弱，太弱了！酋长师，酋长师，10年前人魔大战，我们剑修学院毁于一旦，就是我老头子苟延残喘。今天我老头子要豁出这条命，为我的72剑心报仇雪恨！看来今日荒北注定血流成河。就算撇尽荒北武道，也要将这个仇人诛杀。再如此下去，人族早晚会被魔族统治。没错，10年前人魔大战，为了剑修学院72剑仙和我大夏千万万武者，没想到10年后，我们再被魔族侵犯。就算豁出我这条老命，也让这个魔头有来无回！小镇北对你一臂之力，还有我南安王靖怀。荒北五大家族也不是孬种，斩魔族上！一拳蝼蚁也想撼动本尊！这畜生实力实在太强了，众长士接力不见阵。孽畜，敢伤我荒北武者，拿命来！人不人鬼不鬼的畜生，荒北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萧晨，剑道大义！没想到这2个小兔崽子竟然能领悟剑道大义！成了！我的2个徒儿竟然领悟了72剑仙的剑道大义，我剑修学院终于再次崛起了！剑道大义，剑道大义，是剑修者毕生追求的剑道大义。没想到萧晨丹田被废，竟然还能修出剑道大义，这简直是妖孽！为什么他都已经成了一个废物，还这么的强？这不公平！这不公平！凌天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小师弟！萧凌天，你疯了吧你！晨儿那一脚，竟然废了凌天极品天阶的修为，修为废了。就算萧晨昨晚突破失败了，但萧凌天的天阶在他的王体面前还是不堪一击。我的修为废了，我的极品天阶修为废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骑射萧晨，何时我萧凌天？凌天，萧晨，为我布阵。姐姐。斩龙剑！抢我手中的斩龙剑，先问问我答不答应？萧晨，你不是裘天池的对手，别去送死！没错，仅凭你一人还不够魔尊弹指一挥间，让小爷我来助你！神境
是魔尊的顶点，不是我的。剑来！这是武神！我就知道我徒儿不是简单的王体，他是武神境。难道那天敲响18声武魂仪的人是萧晨？小师弟杀了魔尊！小师弟杀了魔尊！萧晨见人一剑把魔尊打烟消云散了。我儿萧晨岂止是大帝之子啊！我是武神境，因为武道的巅峰境界只有武神境。小师弟，你太棒了！原本他的荣耀是要跟我一起分享的，可现在做我的徒弟的确委屈了他。镇北，我们的晨儿一直是我们的骄傲，只是我们……对，晨儿一直是我们镇北王府的骄傲。荒北武殿殿主令，谨遵殿主令。今日起，我简秋水退位让贤，从今以后，萧晨便是新一任的武殿殿主。我这么容易就成了荒北武殿的殿主了？不是整个大夏王朝的武殿殿主。哈哈，徒儿，师傅没有看错你啊。萧晨，我们……哎，叶清雪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跟你已经不可能了。萧晨，是我错了，错的离谱。哎呀，可惜了。邱老头，萧晨此等人物留在你剑修学院，着实是委屈了。去！张继天，现在应该称呼为殿主。对，拜见殿主，拜见殿主，拜见殿主。哎，客气，免礼。一不小心就成就武道巅峰了。晨儿，是爹对不住你，你可愿跟爹再回王府？萧镇北，你当日断亲，我萧晨对天起誓，我这辈子再也不回镇北王府，我不会食言。镇北王世子萧晨，我答应过要带你逐鹿荒北，成就武道巅峰，我做到了，你也该无憾了。晨儿，你可愿再叫我一声娘？以前都是娘偏心，忽略了你，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。萧夫人，往事林林总总，在我离开镇北王府那一刻，都化为过眼云烟。你我的母子情分也就此断了。不，晨儿，你是娘的亲骨肉，怎么会说断就断？晨儿，你原谅娘好不好？其实吧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不是你们的儿子萧晨。你说什么？婉柔，之前是我们亏待了晨儿，他不肯原谅我们，我能理解。走吧。晨儿，镇北王府永远是你的家，娘等你回来。你现在已继任武殿殿主，明天开始你去武殿接任，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处理。不是，我都已经成为武殿殿主了，我还要工作吗？哎，徒儿啊，你现在已经是殿主了，
你可得关照我们剑修学院啊！对了，咱们这个大堂啊，好好的修缮一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院子里边多种几棵古桐树，那才气派呢。哎，行了，你就别再跟我们炫耀了。你呀，捡到宝了！我就说呀，咱们5大学院长室里，就属这裘老头最诡计多端。对，当日学院考核，他早就看出店主有武神之姿了。那倒没有，那倒没有啊！我就看这小子不是池中物啊，没想到这个丹田被废之人还成为武店店主了。萧晨，我也一直好奇，你当年修为被废，众人皆知，而且丹田已经被毁，除非天道眷顾，否则再无修复的可能。可你不但丹田恢复，还在短短月余从一个废物变成武神。可能我就是那个天道眷顾之人。哦，从来没有什么天道眷顾，有的只是站在深夜里的人的不甘和坚持。就像萧晨，他一定还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追求他的武道巅峰梦想。我才不要这么做呀！